話說佐敦有219X 直達麗港城，但係219X 要萬屋彌敦道，仲要係循環線，搞到班次不穩。咁搭 W2 又有冇着數呢？兩條線都要等好耐 ，W2 等咗17分鐘，219X 等咗31分鐘先有車，所以都係嗰句睇 ETA 做人啦。